45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社会国基书记高独远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有我受因，分何为我？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。欲知沙门、婆罗门见有我者，一切皆以此我受因见我。诸沙门、婆罗门见色是我，色亦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。见受想行识是我，色亦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。以此无闻凡夫，以无明故。见色是我，亦我，尚在。言我真实不舍，以不舍故，诸根增长。诸根长矣，增诸触，六触入处，所触故。有此无闻凡夫，起可乐觉，将触入处，起何等为乐？为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如是比丘，有意界、法界、无明界。以此无闻凡夫，无明触故，起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，我性觉、我定觉、我鼻觉、我知我见觉。如是知，如是见觉，皆由六触入故。多闻圣弟子，以此六触入处，舍离无明，离成明，不生有觉、无觉、有无觉、性觉、定觉、鼻觉、我知我见觉。如是知，如是见义。先所起无明触灭，后明触觉起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46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独远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有我受因，分何为我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受因。欲沙门、婆罗门以宿命智，住色种种宿命，以色动色、金色，皆以此我受因。以色动色、金色，我过去所经，如是色，如是受，如是想，如是行，如是识。欲可爱可分，是名色受因。即所爱欲手、欲足、欲中、欲刀、欲冷、欲暖、欲壳、欲机、欲闻、欲梦、诸毒糖、风雨触，是名触爱。是故爱是色受因，复以此色受因无常，可变异。诸觉相是受因，何所觉？觉可觉乐，觉不可不乐。是故名觉相是受因。复以此受因是无常，可变异。诸相是想
上受阴，何所想？少想多想，无量想，多无所有作，无所有想。是故名相受阴。复以此相受阴是无常，苦变业法，为作上是行受阴。何所为作？以色为作，以色相行识为作。是故为作上是行受阴。复以此行受阴是无常，苦变业法，别知上是色受阴。何所色？色色色声色香味触法。是故名色受阴。复以此色受阴是无常，苦变异法。诸比丘，彼得闻圣弟子以此色受阴作如是学。我今为现在色所摄，过去世以前为彼色所摄，如今现在复作是念。我今为现在色所摄，我若复落着未来色者，当复为彼色所摄。如今现在作如是知义。不过过去色，不落着未来色，以现在色生厌利欲灭患向灭，多闻圣弟子以此受想行识受阴学。我今现在为现在色所摄，以过去世以前为色所摄。如今现在我今以为现在色所摄，若复落着未来色者，亦当复为彼色所摄。如今现在如是知义。不过过去色，不落未来色，以现在色生厌利欲灭患向灭，灭离不净，退离不进，灭离不去，舍离不处。以何灭离不净呢？色灭离不净，受想行识灭离不净。以何退离不净呢？色退离不尽，受想行识退离不尽。以何灭离不去？色灭离不去，受想行识灭离不去。以何舍离不处？色舍离不处，受想行识舍离不处。灭离不净，即灭离住；退离不尽，即退离住；灭离不去，即灭离住；舍离不处，不生世毒，不识毒利，自觉涅槃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做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时，众多比丘不期自劳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五、陛下经旨弘治五转七，二色毒急觉，三世阴世习。47。如是我闻
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大远。你是世尊告诸比丘，信心善男子应作是念：我应随顺法，我当以色多修严离，住以受想行识多修严离住。信心善男子即以色多修严离住，以受想行识多修严离住。故以色得厌，以受想行识得厌，厌以利欲解脱，解脱知见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做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48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大远。你时世尊告诸比丘，信心善男子正信回家出家，自念我应随顺法，以色当多修严住，以受想行识多修严住。信心善男子正信回家出家，以色多修严住，以受想行识多修严住义。以色得离，是以受想行识得离。我说是定，识离一切生老病死忧悲恼苦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49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大远。你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曰：若失心中者，中者主来问你言：以何等法知其生灭？你当分何答复？阿难白佛：世尊，若有中者主来问我者，我当答言：知识是生灭法，知受想行识是生灭法。世尊，若中者主如是问者，我当如是答。佛告阿难：现在，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生灭法，受想行识是生灭法，知识是生灭法者，名为知识；知受想行识是生灭法者，名为知识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50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大远。你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曰：若有自外道出家来问你言：阿难，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呢？如是问者，分何答复？阿难白佛：世尊，若外道出家来问我言：阿难，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者？我当答言：为以色严离利欲灭尽解脱，不生故。世尊教人修诸梵行，为以受想行识修严利欲灭尽解脱，不生故。教人修诸梵行。世尊，若有外道出家作如是问者，我当作如是答。佛告阿难：现在，
应如是答，所以者何？我是为色受厌利欲灭尽解脱不生故，教人受诸梵行，以受想行识受厌利欲灭尽解脱不生故，教人受诸梵行。佛说此经义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51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基书记高大远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今为你说坏不坏法，谛听善思，当为你说。诸比丘，色是坏法，彼色灭涅盘是不坏法，受想行识是坏法，彼色灭涅盘是不坏法。闻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52。อุตเตกา修多罗，如今日阿含经释法中说。53。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库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以萨罗古罗村北心树林中住。尔时古罗主大乘婆罗门。闻沙门释种子，以释迦大乘，剃度施法，独家誓意，正信回家，出家学道，成无上等正觉。以此故萨罗国人间游行，到婆罗古罗村北心树林中住。又比沙门枯谈如是色貌名称，真实功德，天人赞叹。闻于北方，为如来应顶正觉名行足，善逝世间界，无上师，调御丈夫，人天师，天人师。佛世尊以诸世间诸天魔幻沙门婆罗门中，大智能自净智，我生已尽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为世说法，初中后善，善义善美。顺一完净梵行清白演说妙法，善在应见，善在应住，善应敬事，作念意，即便严格，道种亦种，即持金瓶，重机。善解王子佛所恭敬奉事，到于林口下基步进，伫世尊所问心安好，却作一面，别世尊曰：沙门枯谈何论何说？佛告婆罗门：我论因说因，又别佛言：云何论因？云何说因？佛告婆罗门：有因有缘即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即，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婆罗门别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为有因有缘即世间？有因有缘世间即呢？
佛告婆罗门：有此无闻凡夫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，不如是地。不如是地故，爱乐以色，赞叹以色，念着心住，彼以色爱乐故处。处原有，有原生，生原老，死忧悲恼苦，是即大苦故集。受想行识有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，是名有因有缘集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集。婆罗门白佛言：云何为有因有缘灭世间？有因有缘世间灭咧？佛告婆罗门：多闻圣弟子以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，如是地。如是地，以彼色不爱乐，不赞叹，不念着，不劳住，不爱乐，不劳住故，色爱即灭，爱灭即处灭，处灭即有灭，有灭即生灭，生灭即老死忧悲恼苦灭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婆罗门，是名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是名有因有缘世间灭。婆罗门，是名论因，是名说因。婆罗门白佛言：枯谈如是论因，如是说因，世间道事，今请示还。佛告婆罗门：以彼是时，佛说此经义，诸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离去。54。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婆罗奈国仙人住处，鹿野苑中。彼时，毗迦多卢迦古罗有婆罗门来至佛所，恭敬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枯谈，我有年少弟子持天门作圣，为诸大众瞻上吉凶，言有必有，言无必无，言成必成，言坏必坏。枯谈以云何？佛告婆罗门：请伫你年少弟子持天门作圣，我今问你，随你意答。婆罗门以云何？色本无种也。答曰：如是，世尊。受想行识本无种也。答曰：如是，世尊。佛告婆罗门：你言我年少弟子持天门作圣，为诸大众作如是说，言有必有，言无必无，知见非不是也。婆罗门白佛：如是，世尊。佛告婆罗门：以云何？颇有色相住百会也，为亦生亦灭也。受想行识相住百会也，亦生亦灭也。答曰：如是，世尊。佛告婆罗门：以云何？你年少弟子持天门作圣，为大众说，成者不坏，知见非不益也。答曰：如是，世尊。佛告婆罗门：以云何？此法彼法，此说彼说，何者为圣呢？
婆罗门白佛言：世尊，处如法说，如佛所说，显现开发，譬如有人溺水灵救，渴求灵救，未方是路，暗慧明定。世尊，今日善说圣法，亦复如是，显开发。佛说此经义，毗迦多卢迦婆罗门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种坐起，礼足离去。55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婆罗奈国仙林住处，鹿野苑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今当说因及受因，分何为因呢？若所有诸色，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好若歹，若远若近，彼一切总说色因。随诸所有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彼一切总说受想行识因，是名为因。分何为受因？若色是有漏，是处；若彼色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生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急疑种种上烦恼心法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名受因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56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婆罗奈国仙林住处，鹿野苑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。若色有漏是处，彼色能生爱，非如是受想行识有漏是处，彼色能生爱嗔恚，是名有漏法。分何无漏法？诸所有色无漏，非受。若彼色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彼色不生爱嗔恚，如是受想行识无漏，非受。彼受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不生贪嗔恚，是名无漏法。佛说此经义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利信利阿难坏法，อุตติกา婆罗极世間，因漏無漏法。57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獨以持缽，入舍衛城乞食，凡持衣缽，不議眾，不顧侍者，獨一無二，以西方國土人間遊行。時安土林中有一比丘遙見世尊，不議眾，不顧侍者，獨一無二，見伊。盡知尊者阿難說：別阿難言，尊者當知世尊不議眾，不顧侍者，獨一無二，而出遊行。爾時阿難語彼比丘：若須世尊不議眾，不顧侍者，獨一無二，而出遊行，不應隨眾，所以者何？今日世尊欲住即滅滅小樹果。爾時世尊遊行北至半舍國菩提故路，以人所修護林中，住一缽
陀萨罗树下，时有众多比丘，指阿难所，语阿难言：今闻世尊住在何所？阿难答言：我闻世尊北至北舍国婆陀古罗，您所修护林中跋陀萨罗树下。时诸比丘语阿难曰：尊者伫我顶不见世尊已久，若不但罗者，可强助益世尊。哀悯故，阿难伫时默然离去。呢时尊者阿难以众多比丘夜跪顶雕，逐一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以还净舍，其5句持衣钵，出自西方人间游行。北至北舍国婆陀祇罗，临守护林中。时尊者阿难以众多比丘第衣钵，洗足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以一面坐。呢时世尊为众多比丘说法，是教离去。呢时座中有一比丘作是念：云何知云何见，急得老尽。呢时世尊伫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若有比丘于此座中作是念：云何知云何见，急得老尽者，我以说法言。当先观察诸因，所谓数念处、数正勤、数如意足、五经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。我以说如实法，观察诸因。如今又有善男子，不勤欲作，不勤乐，不勤念，不勤信，离自慢怠，不能真正得尽诸漏。若复善男子以我所说法，观察诸因，勤欲、勤乐、勤念、勤信，必能急得尽诸漏。以此无闻凡夫以识见是我，若见我者，是名为行。彼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无明切生爱，原生起彼行。彼爱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彼爱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转。彼受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彼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转。彼触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为彼触六入处因、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生、六入处转。彼六入处无常有为，心缘起法。彼触受行爱，亦无常有为，心缘起法。如是观者，离见识是我，不见识是我；离见识是我所，不见识是我所；离见识在我，不见识在我；离见我在识，不见我在识；离见受是我，不见受是我；离见受是我所，不见受是我所；离见受在我，不见受在我；离见我在受，不见我在受；离见相是我，不见相是我；离见相是我所，
不见相是我所，离见相在我，不见相在我，离见我在相，不见我在相，离见形是我，不见形是我，离见形是我所，不见形是我所，离见形在我，不见形在我，离见在我形，不见我在形，离见色是我，不见色是我，离见色是我所，不见色是我所，离见色在我，不见色在我，离见我在色，不见我在色，复作断见，怀有见，不作断见，怀有见，离不离我慢，不离我慢者，离复见我，见我者即形，彼形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如前所说，乃至我慢，作如是知，如是见者，急得老尽。佛虽经义，自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58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行六秒讲堂，逆时世尊以波时将禅觉，以诸比丘前辅助离座，故诸比丘由我受因，分何为我呢？为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。时有一比丘从坐起，正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又下速地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我受因，色受因，受想行识受因也。复故比丘还作疑问，当为你说。时彼比丘为佛做礼，还复本座。白佛言：世尊，此我受因，以何为根？以何为集？以何为生？以何为触？复故比丘，此我受因，欲为根，欲集，欲生，欲触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白佛言：世尊，为说我因即受，现在所说，今当经问世尊，因即受为我因亦受也。复故比丘，非我因即受，亦非我因亦受。宁以彼有欲贪者，是我受因。比丘白佛，现在世尊，欢喜随喜，今复经问世尊，有两因相关也。复故比丘，如是如是，犹若一人如是思维，我以未来得如是色，如是受，如是想，如是行，如是识，是名比丘因相关也。比丘白佛，现在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经有所问世尊，分何名因呢？复故比丘，诸所有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欲外，欲处欲世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彼一切总说因，是名为因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如是比丘，是名为因。比丘白佛，现在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经有所问世尊，何因何缘名为色因？何因何缘名受想行识因？复故比丘，四大因四大缘，是名色因。所以者何？诸所有色因，比一切色界四大，愿四大作故，触因触缘，成受想行
是故名受想行因，所以才好。若所有受想行，比一切触缘故，名色因，名色缘，色缘。是故名为色因，所以才好。若所有色比一切名色缘故。比丘别佛现在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经有所闻，分合色味，分合色幻，分合色离，分合受想行识味，分合色幻，分合色离咧。佛告比丘，原生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；若色无常，可变异法，是名色幻；若以色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色离；若愿受想行识生喜乐，是名色味；受想行识无常可变异法，是名色幻；以受想行识调伏欲贪，断欲贪，越欲贪，是名色离。比丘别佛现在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经有所闻，世尊，分合成五万咧。佛告比丘，以此无闻，凡夫以色见我，疑我，想我；以色想行识见我，疑我，想我，想在，以此成五万。比丘别佛现在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经有所闻，世尊，分合得无五万咧。佛告比丘，多闻圣弟子，不以色见我，疑我，想在；不以受想行识见我，疑我，想在。比丘别佛现在所说，经有所闻，何所知，何所见，尽得尽漏尽，尽得漏尽。佛告比丘，诸所有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，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比一切非我，不疑我，不常在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比丘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急得漏尽。呢时会中却有一比丘，顿今无知，在无明起恶邪见，离造实念，若无我者，作无我业，以未来世，世当受报。呢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故诸比丘以此种中，若有以此人无智明，离作实念，若色无我，受想行识无我，作无我业，随当受报。如是所疑，先以解说彼，分合比丘色为常也，为非常也。答言：无常，世尊。若无常者是苦也。答言：是苦，世尊。若无常苦，是变异法。多闻圣弟子以中能见是我，疑我，常在乎？答言：乎也，世尊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是故比丘，若所有色，欲过去，欲未来，欲现在，欲内，欲外，欲粗欲细，欲好欲歹，欲远欲近，比一切非我，非我所。如是见者，是为正见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便受厌，厌以离欲，离欲以解脱，解脱知见。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做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时，众多比丘不期
气自牢，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义，自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音近音即受，离音共相关。名利音利味，我慢急流尽。